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enny 李嘉楠。我覺得咧，唱歌最重要係咩咧？就係要有氣息啦。OK， 咁有陣時咧，好多朋友咧就會覺得啊，我吸氣。跟住咧佢就 hold 住啖氣啦，咁但係咧呢個吸氣嘅方式係錯嘅，所以你吸氣咧你一定要放鬆，因為咧啲氣一吸咗落去咧就去到個鼻，跟住去到我喉嚨，跟住去到個肺，跟住橫膈膜就會向下推。所以咧，譬如咧平時啲女士咧上台嘅時候，成日都話要將個肚腩咧收埋，但係錯誤㗎，因為咁樣樣咧會令到咧氣息做得唔好。你個人咧一定要放鬆，你個肚咧腹部嘅位置咧一定要放鬆，令到咧你可以支撐你嘅氣息唱出嚟嘅。咁另外咧，我平時咧除咗唱歌練習嘅時候咧，我都會咧練下一樣嘢，因為咧唱歌係好科學化噶嘛。如果想唱高音多啲嘅話咧，其實有一個方法咧，就係一個聲你大家可以練多啲嘅，就咩咧？好似扮啲台灣女仔嘅啫。咦，好衰㗎！成日都係咁樣講呢啲咁嘅聲線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發現咧，你把聲咧就會高音啲同埋年輕啲㗎啦。咁啊，大家都可以試下呢啲方法。其實咧，如果咧，譬如大家都會覺得，喺台上面，喂，女士出嚟有肚腩㗎喎，好驚㗎喎。嗱，咁啊問題問啦，如果大家咧，如果係想嚟睇你唱歌，淨係想睇你有肚腩咧，如果你唱走音嘅話，大家嘅耳朵就會聽到㗎咯喎。但係個舞台咁大，你個人咁細喺個舞台上面，其實大家都睇唔到呢個肚腩啦。仲有女士們咧，如果唱歌嘅話咧，着高踭鞋會好啲，因為咧你嘅力度咧可以有個 core 咧會做得更加好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你個肚腩大家都唔會覺得噶啦。但係如果你唔夠氣唱歌唱走音嘅話咧，我諗大家都會聽得到咯。不過高踭鞋咧又唔可以太高喎。咁啊，我諗正常嘅話可能係咁高度啦。咁其實咧你企嘅方法咧都會形成一個前後腳。咁你個人咧就好似呢一個支架咁樣咧，企得穩陣啲。咁啊，企嘅時候咧，亦都咧唔好覺得自己腳震震啦，最好將你嘅腳板真係踩實落個地下。如果你覺得有時緊張嘅話咧，可以將你嘅大髀咧可以捏實佢，有一個好似令到你個人咧好似穩重如泰山嘅話咧，你唱歌咧就會更加好啦。